大家好，我順德七姨，今日分享一個漏水雞翼，跟住七姨整，保證你屋企啲小朋友食到手指都全埋啊！做法非常簡單，唔想食到雪鐵米，你一定要記住我呢一步。雞翼全部都係冰凍嘅，所以雪鐵米係最重要嘅。凍水解凍，放薑蒜，將佢浸完咗之後，順住雞翼嘅竅血管擠啲血出嚟，咁啊隻雞翼嘅一啲腥味都冇啦。然後要抹翻乾佢。第二個重點，如果雞翼你落啲底米落去，點整你都唔入味嘅。放一大羹鹽，再放一大羹紅。醃味嘅時候有一個重點，雞翼尖一定要向上，如果唔係嘅話就會欠嗰滯。呢隻潮汕漏水汁啊，啲味道非常濃郁正宗，比出邊整嗰啲仲可食，唔使逼到去潮汕食。再加幾片薑，浸漏水加啲攞抽上色，呢缸水扭牛羊、雞乳鴿、豬大腸乜都得。放雞翼又係一樣，雞翼尖向上，唔會欠嗰滯，又唔會熟嗰滯。火候非常重要，唔好嗌佢滾起身，蝦眼水90度左右，10分鐘之後要翻個面啦，等啲雞翼尖落翻去，再浸10分鐘，咁樣啲漏水咪入到啲雞翼度，而且啲雞翼會特別嫩。按照我嘅整法，比出邊好食太多啦！趁小朋友放假，快啲試下啦！